第3章，迄时有行洗礼的约翰出来，伫犹太的旷野传道讲：天国近啦，恁应该着悔改。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。伊讲，伫旷野有人的声话着讲，有被主的道，修直伊的路。这个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食的是草莓野蜜。迄时耶路撒冷甲犹太全地，佮约旦河一带所在的人，拢出去到约翰迄位，承认因的罪，伫约旦河内受伊的洗礼。约翰看见真多法利赛人甲撒土该人也来受洗礼，就对因讲：毒蛇的种类，一罪只是恁闪避将来的受勤啊！恁着结出果子来，甲悔改的心相合，毋通家己心内讲，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祖宗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对这个石头中，甲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捕头已经下伫树根顶，凡若无结果子的好树，就错落来，歇伫遐内。我是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互恁悔改。总是迄个伫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较大，我就是甲伊提话也袂配。伊要用圣灵甲火甲恁行洗礼，伊手内摕着簸箕，要簸净伊的场，将要收伫漆床内，将糠用袂灭的火烧尽啦。当时耶稣对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看见约翰要受伊的洗礼。约翰想要阻挡伊，讲：我着受你的洗，反倒你上我遮来吗？耶稣因讲：你暂请问我，因为你当安尼真珠般的义。对安尼，约翰准伊，耶稣受洗。随时对水内上来，天忽然为伊开了，伊就看见上帝的灵，仿佛怎样降落伫伊的身顶，对天顶有声音讲：这是我的疼囝，我所欢喜的。